阿爸天父，我感谢落你，你伫阮鼻孔门口外面开，阮真做有灵的活人，阮会当思想，阮会通有阮家己的想法意志，阮有阮的感情。总是有当时，阮受到这个世界各项物的影响，阮有属家己的意思，阮无属上帝的思想。求你来帮助阮，互阮知影讲，你创造阮是上好的，互阮伫阮的生命内底活出主你的恩典甲你的丰富。求你来帮助阮，拄起阮甲主上帝之间迄个得到福气的脱界，互阮会通自由好胆，无惊吓来到你施阮的宝座前来领受你的恩典。愿主来赐阮同心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请坐。咱要为着咱的国家、咱的城市伫遮来祝来祈祷，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列国就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周遮的王拢要敬畏你的名号。咱要恳求主上帝来帮助咱的国家，咱开声来祝福咱的国家，因为咱看见最近昨伫加州发生啥物代志？偌大的地震。7.1哦，上帝若小可拍一个骹墙摇一下，人就站袂掉，敢毋是？咱知影加州伊立法立啥物法？禁止圣经，离开上帝真理。所以咱看最近真侪遮野火、烧不尽，搁有遮地震就是在提醒咱，甲咱摇醒咱嘛爱为着咱的国家、咱的城市来祈祷、来祝福，我们才能够平安度日才通平安来过日。咱开声来祈祷，咱为着咱执政掌权的咱的城市的市长、各局处首长来祝福来祈祷，开放的口来祷告，为咱的厝来祈祷。祝台湾这个土地、这个国家、这个百姓，互阮知影，特别互执政掌权的知影，官兵是你所赏赐。阮知影敬畏你，会通得到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赏赐阮的百姓知影安怎好来敬拜你，无敬拜人手所做的这个偶像。所以，阮会通伫真理内底得到自由，伫真理内底得到知捌你。用你的名来祝福，互阮的百姓离开黑暗的关系，会通伫真理内底引带因来得到永远的福气。也阮所徛起的这个城市是得到福气的城市，阮所徛的土地是得到福气的土地。愿上帝你来赐阮执政掌权的行公义、好人命、存谦卑的心，甲主上帝同行。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若要继续为着咱的心灵的需要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我虽然行过死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腕安慰我。伫咱行过，甚至伫死的山谷，主拢甲咱三个同在。你感受到讲，好亲像要有无生命迄刻骨，上帝拢甲你三个同在。而伫你的心灵的中间，求主来帮助，互你有勇健的身躯心神。伫你的婚姻，感谢拄着困难，拄着风暴，感谢为人无法度领受迄个产业。求主来帮助，互咱会通得到主上帝所要赏赐的产业。伫咱的工作事业，求主来供应，求主来赐福，也伫咱囝儿时岁的课业，咱知影即马拢还搁等待分发放榜，咱求主来引带因头前的道路，咱甲亲人、甲同事、甲朋友，
咱恳求主上帝，因为伊来是带来互人甲上帝甲人和好。咱恳求主上帝，甲咱相同在，互咱真做和好的使者。如果你的心灵，你即几方面有需要，你会通起立，你会通徛起来，然后同工会通为着你伫遮来祈祷，你会通手放伫你所需要的所在，咱开声来祈祷。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你的需要，可能你身心里有一些的需要，需要被医治，需要被祝福，奉主的名来祝福。主医治的大能充满。如果你异地的关联充满，互阮知影你是阮行过新的山谷，拢无惊灾害，陪伴阮的主。用你的名来祝福阮的兄弟姊妹，离远了时阵有你的扶持，因欠过时阵有你的供应，伫因失去方向的时阵，因有主你引带，因行唔对路的时阵，你要带因行迄个路。用你的名来祝福因伫软弱亚善的时，要伫主内底定心得到快乐。若有人踮伫基督耶稣内底，要真做神创造的人。主奉你的名，你医治关联充满伫遮的兄弟姊妹身上，每一遍的祈祷就加添快乐，每一遍的祈祷加添因的帮助。主你来祝福。主啊，你伫逐世代、逐所在，真做阮的帮助，真做阮的倚靠。伫阮软弱时，阮奉你的名宣告，有你真做阮的扶持。伫阮失去方向的时阵，有你真做阮引带阮的道路。主伫阮欠缺亚善的时阵，你予阮伫你内底定心得到快乐。奉你的名来宣告，你医治之时充满透过同工的服侍祈祷，正义到伫阮的心灵内底。伫阮欠缺的时阵，你是无有恶正的事的上帝。伫你无恶正的事，所以你会通伫阮同心合的祈祷，供应阮到也搁有剩。主啊，愿伫失去平安、需要安慰时，你的安慰、你的平安，就真做阮的帮助。愿主你来祝福，互阮用信心来祈祷，领受你到也恩典充满伫阮的心内中间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咱主的礼拜来，这礼拜来守望来祈祷，咱用主上帝话做伙来宣告讲：我伫患难中求叫耶和华。我求叫我的上帝，伊对电伊听我的声，我求叫入伊的耳孔。咱的上帝是目睭会看见，有耳孔会听见。伊的权能的手会持稳锁伫咱中间，帮助咱会通为着做礼拜过程中间，互咱会通真自由来到主上帝面头前来大大开嘴，伊就收拾咱。咱特别为着今仔日早起。伫礼拜中间有10位的兄弟姊妹，上少年的16岁，上年长的80多岁，因会通伫主的救恩内底有份。10位的成人洗礼，1位的坚信礼，愿主来坚固因的信心，也求同工因领受主上帝快乐。咱对下晡开始，这个少年有40外个就正月到伫教会大，然后要在明仔载开始来带夏令营，有110个这小朋友要伫遮来参加夏令营。咱恳求主来帮助，互这小朋友嘛有这个家长的课程。咱恳求主上帝，互咱的儿童牧区、青年牧区。互咱伫这服侍过程中间，这青少年话是毋是信主的，那个感度调小一点。咱求主来帮助，特别互这个志工队，透过志工队，透过这个爱餐的服侍，互这青少年得到快乐来帮助这囡仔吼。特别为着牧师来祈祷吼，咱最近有侪这个兄弟有过身，也是有受伤的吼。伫这中间需要有恁的代祷扶持，牧师伫分享信息，甲伫牧养的过程中，搁较有快乐。咱做伙起立，咱开声来祈祷。我们一起站立。咱开声来祈祷，开你的嘴来祈祷。为着这青少年，为着这儿童，为儿童，为青少年来叫我来祈祷。这礼拜的夏令营，让人看见上帝
伫因这幼小心灵中间来验证。主，我都感谢你。主，我伫你面前，当成做一个守望，为着这个教会来守望祈祷。主啊，因为阮外面未来阮望拢在乎你。主啊，因为阮伫你所想事的同心合意中间，来彰显你然后你的疼，用你的名来祝福。就阮学了敬拜神，就看见你荣耀的降临，奇妙作为。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在阮心思，在阮的意念，帮助阮会通伫主你的恩典内底，做伙来成做代祷者，来徛伫迄个破徛的所在，来守望，来祈祷，来为着这个夏令营的青年小朋友，这个同工来祈祷来祝福。主啊，你要透过因来祝福这个小朋友，互因伫因细汉的心灵，就有主你福音的种子来压伫因心内。会当透过安尼有家长入来，会当伫遮来领受主你的恩典，愿主你来祝福。伫你的宝座前，阮同心伫遐来恳求来祈祷。主，阮也要同心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祈祷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去，救阮脱离迄个歹。你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代代不至。阿免，请坐。来唱歌，我要奉阮的上帝的名来徛旗，愿耶和华成你一切所求的。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第288首，快乐快乐，愿来敬拜，请起立吟传首。
心来祈祷。主爱要全能的上帝，你住在所有的空间及时间，因为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以后也永远伫地的独一真的上帝。若是阮人伫世上的日子真正短暂，嘛过得真紧。往年过2019年就已经进入下半年度，总是一路行来，你犹原看顾规步，保守阮有满满的平安，也照时供应阮日常的需要。搁伫定着的日子，通围绕伫圣殿阿罗敬拜你的名，同时领受你的话语来诚侪真理的凭据。阮向你献上感恩无煞。当时阮实在真正软弱，有时阵伫有意无意中间偏行家己的路，背逆你的旨意，致使亏欠你的名，辜负你的听。上帝啊，求你监察阮，知阮的心思，试验阮，知阮的意思，看阮有啥物歹所行路，带阮行永远的路。阮也要日夜思考你的话语，诚侪阮的瓦靠甲因带，求你叫阮无偏离你的法度，通照时得到祝福，是照着你的心意，所做拢行通顺利。也求你假使阮会晓珍惜有限的时间，时时热切追求灵命成长，做主忠心的门徒，多结果子，荣耀上帝你的证人，来有份伫永生国度的愿望。主上帝伫今仔日圣礼殿中间，有10位兄弟决志接受圣神洗礼，诚侪上帝儿女甲阮同做教会肢体，我向你献上感恩，也归荣耀给上帝。恳求圣神带领因头前的路，扶持催促灵命日日成长，来有坚定的信心，赢过所有黑暗势力的试探。另外，对明仔载开始有连续一礼拜久的阿加贝夏令营的活动。由此，上述所有同工有教育的智慧、气力来服侍，常时开启参与的细囝学员的心智，愿意接受福音，互宝贵信仰，诚侪因生活的瓦靠、灵命的泉源。我嘛要为着生命学会志工队来向你祈求，由此祝福副队长、副队长、组长、志工，拢有勇壮精英的新心灵，伫主的旨意内面甘心乐意付出心力，也感动搁较侪的人来愿意来加入志工队，常时求主的丰盛，照是供应事工的需求无欠缺，保守所做工拢合上帝的心意，来迎神益人。今仔日伫礼拜中，我也要搁一摆甲主同齐祷，领受救赎的恩典，恳求圣神添净阮的心，敬虔谦顺，来思想主耶稣迄般沉重的痛听，做要显明深刻无比的疼痛。阮伫你面前感恩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叫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51篇是对耶利米书17章来的。启应文第51篇。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为死的人的气力。因踮伫旷野打树的所在。因为亲像风暴袂大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伊亲像树栽伫水边，炎热狗也无惊，抗旱的年拢无看路。多谢要请圣高地来献诗，因所要念的诗歌是上帝的恩惠。
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传道书3章1到11节，以及新约圣经约翰福音段15章4节到12节。第二个圣经旧约第728页，新约第125页。其他版本的页数请看银幕。传道书3章第1节。伊个万般拢有伊个期，万项事拢有伊个时，有出世个时，有死个时，有栽种个时，有肥出所栽种个时，有刣死个时，有医好个时，有疼悔个时，有起造个时，有啼哭个时，有好笑个时，有哀惨个时，有跳舞个时，有迄石头个时，有捡石头个时，有通抱个时，有毋通抱个时，有找到个时，有失落个时。有保守的时，有放撒的时；有疼你的时，有补天的时；有静静的时，有讲话的时；有疼惜的时，有怨恨的时；有交战的时，有和好的时。做工的人，伫伊所落落的，有甚物利益啊？我有看见上帝所互世间人的落落，互因伫迄中间来练习。上帝做万物，各照伊的时诚侪美妙，搁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的，人袂话切讨伊。大只约翰福音书15章15章第4节。恁着踮伫我，我也踮伫恁。设使既无连伫葡萄树，就袂为家己结果子。恁若无踮伫我，也是安尼。12节。恁着三听，亲像我有听恁，这是我的命令。以上，这时请本堂由破洪主任牧师来讲道。要讲的题目是葡萄成熟的时，葡萄成熟的时。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啊，生死拢有你的时，你的期，伫你一切业力掌权的下面，互阮会通伫遮来得到阮伫你引带。愿主你来祝福，互阮会通不止经历你的恩典，互你帮助阮，开阮的心窍，会通明白你的教示，只要你去行，真做有福气人。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透过这段这两位的圣经，做伙伫遮来思考，咱伫咧财政的这个设定对象要哪？有一天会通成熟，来成做果子献互上帝。会记伫2019年，咱教会所定的这个主题会记袂？还是拢幸福牧师做主稳道，多结果子。无你嘛看周报者，拢伫咱周报顶面，逐个礼拜拢咧提醒咱。要安做主的温度，会通成做一个多结果子的温度。今仔咱会记若有参加跨年祷告会吼，跨年祈祷会，举手者来，你有来参加跨年祷告会？好，比率还佫无济吼，表示跨年是你走去佚佗，还是伫厝内吼？咱跨年祷告会伫遮有牧师互咱写讲，你要设定的对象。然后引带因会通伫遮来认捌主，认捌主的救恩，所以就用迄个鸟蛋吼，互你伫遮个纸顶面写了，甲放伫迄个鸟蛋吼，鸟蛋写了，咱就甲成做即个葡萄的一拍葡萄安尼吼，甲放伫伫咱二楼头前迄个空间顶悬吼，甲一拍一拍安尼吼。我毋知影内底有你所写的这个设定的对象，今仔日毋知有你所写的这个设定对象的对象无？其中内底牧师写的有一位，就是咱的李金平姊妹吼，伫半年前伫遮设定，然后今仔日伊会通伫遮来洗礼吼。伫咱圣诞节赞美礼拜，甲有餐会中间嘛，有咱写讲伫各方面心灵、各方面的需要吼，咱搭伫外口迄个
叫做神机的墙吼，神机的树。伫迄个所在，毋知你有偌济遮个经历无？有经历医治，有经历上帝供应，有经历上帝的同在，因带你伫你逐方面，互你会通感受着讲，这位上帝是活我的上帝。互咱的性命提醒讲，咱会通真做是一个道结果子的一个基督徒。耶稣伫要离开世间的进前，伊嘛透过一寡遮话甲学生讲，提醒咱的生命实在是有限，咱做伙来读即段圣经来。天下万般拢有伊的时，万项事拢有伊的时，有出世的时，有死的时，有栽种的时，有培出所栽种的时。咱看讲，伫咱每一个时段，上帝要互伊好，毋好，互伊会通结果子，无结果子，互伊有心无心，也是讲，互伊有啥物款会通成就，其实拢是上帝的手头啦吼。互咱知影讲，咱的生命拢有一定的时间。耶稣伫要互人卖进前，伊带因来守圣餐。圣餐守了的时阵，伊就对马可楼因吉伦溪到伫克西马尼园，旧年有对牧师去以色列哦，恁就去到即几个所在，会通伫遐感受。检在耶稣伫迄个经过一位葡萄丛的时阵，耶稣常常爱用手所会通摸到，也是讲看见的遮个情景，遮个情景哦，伫遮来做比喻。检在伊拄仔行过一段的即个葡萄园，伊就用即个葡萄树甲枝伫遮来诚做比喻，要来提醒遮个学生哦，伊伫要离开世间进前，真正是千交代万交代，所以有当时我咧甲兄弟姊妹甲同工讲，无就有当时讲牧师你有啥物交代无？我都毋是要巧伊要交代是欢呼安尼安尼交代就表示差不多安尼，知无所以有当时咱看透过耶稣甲遮学生讲恁着爱心毋通背叛，所以伫约翰14章，伊就甲因讲恁心内毋免忧伤啦、背叛烦恼啦我去要甲恁避难所在，若避难好势，我就要搁再来啦较要紧伫即段临别的赠送因的遮言语要甲因讲恁的性命着好好爱甲我连结恁的生命才会通活出迄个结果子的生命我毋知你捌拄着讲你上亲爱的亲人要离开世间的时阵，伫你的中间甲伊交代一寡遮个重要的事较要紧，若有信仰的，伊会交代讲你的信仰着爱好好伫遮来持守，毋通离开着即个信仰耶稣嘛是相款伫即段的中间在14章，搁有15章，咱看头前就是讲有遮个生命的一个连结来帮助咱。伊讲伊要伫遮来行十字架道路所以因的心毋通伫遮背叛。咱知影伫受掠，然后到伫大祭司伊的厝内遐，伫遐受凌辱。过来就是伫本丢毕业岛任内，伫遐受审判、受苦。咱伫咱的信仰搁要落内底，咱有咧提到即段咱也看见伫众人的目睭前，耶稣断开讲成了，成了。伊为着人来付上代价，了断开。然后阿里马太迄个约瑟伫遮来替伊来受伊的身尸。藏伫迄个坟墓内底，咱看遮个代志，拢伫人的目睭来看到。咱虽然无看到，咱透过圣经遮个人物、遮个使徒、遮个在场的妇人人、妇女到遮个伫迄个在场的兵丁，有官方，有民间的，透过圣经咧提醒咱讲耶稣死。但是上帝也透过遮个妇女玛利亚，透过使徒，透过迄毋信的多马，看见耶稣伊有高活。有人毋信，
当耶稣要上天之前，因还阁无相信讲啊，真正阮所看的是真的嘛？所以耶稣透过伫伊要上十字架进前，就交代遮个学生真正交代吼，互因会通伫继续伫即个福音的事工的顶面，会通道结果子。所以咱今仔透过即段的葡萄成熟的时阵，是亲像你咧设定对象有成熟啊无？还是你一直咧等待即个时机，需要上帝伫遮来成就？透过即段的目的，咱要做伙来思考。头一个就是讲，恁爱定定伫咧我的内底，我嘛定定伫恁的内底，就甲主有好的连结。第二就是主透过咱伫咱的生命中间彼此来相听。我有看见伫咱的德福关怀的据点，咱的遮个老人吼，较早上年哦，老人，咱知影讲要互一个年长者信主有简单无？过去咱的想法就是感觉无简单，总是伫属主上帝的思想，就是讲伫上帝无安怎恶正的事啦。所以我会感觉愈来愈简单啦。因为咱常常互魔鬼撒旦的话伫遐来骗咱，讲足无简单的，足无简单的，迄款死人性、固执性，要叫伊说咧实在无简单，有啊，有当时咱心内安尼吼。总是我爱讲，迄是魔鬼撒旦来欺骗咱。伫上帝无恶正的事，伊若讲有就有，哦。所以咱有看见咱上年长的哦，白川乡吼，伊伫教会出去几年，恁知无？讲伫美卫长老做上年大学校长，才安尼偌久啊？20几年啊吼，20几年吼。感谢主哦，80外岁哦。啊，剩咧寄银行吼。咱有看到伊家己伫遐成熟啊，上帝吼，伫遮互伊会通感动。而且咱看讲透过即段圣经，咱要做伙来思考，人捌上帝掌管万项有一个法则。你若去看创世纪内底，讲上帝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安怎创造？创造天地万物、空气等等，互人伫第六天创造动物、创造人。你知影上帝奇妙？有当时咱要想讲，看有新业技术，通互我看到无？有没有神迹奇事？你看你的边仔就是神迹，你知无？你看你的边仔的人，五官有端正无？也是用7孔粒做一粒，无嘛对无？这就是新业，你知无？吼，我搁讲一个，就是讲。要看上帝先创造这个每一个时间拢有伊伊的定时创造这个食物树木、海里的鱼这个路上所跳所走跳的最后伫这人的中间的需要你知影创造这个空气树木？你知影树安怎伫遮来行光合作用？知无？上帝创造拢有伊的时、甲伊的期、甲伊的好。你若去看创世纪中创造这个万物的时阵，讲上帝看做啥好？创造人的时阵，上帝看做啥？台语讲真好。来讲一遍来。真好。所以你甲你的边仔讲，你是上帝创造真好的。有当时咱拢嫌咱家己，你知无？照镜讲哈，我今仔起来哪会感觉遐歹安尼吼？你知影上帝创造你的时阵是讲啥？真好甚好啊，甚好。为着这个环境，甲咱备办好势。来，咱来讲即个光合作用安怎来产生？伊爱有需要，树爱有需要啥？日头，所以上帝创造日头，佮有啥？水嘛吼，水伊才会生长。佮有伊一项真要紧的，爱啥 ？CO2 是啥？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所以伊会通行光合作用。有这个作用了，伊产生 O2 叫啥？氧气啦咱讲的上手氧气这用伫遐，互咱会通安怎？你知影创造这个氧气，互咱会通呼吸啦人喘气了。吐出啥物？所以咱感觉上帝有奇妙无？甲上帝拍一个谱好无？
但是咱拢感觉安尼理所当然，你知无？哦，咱喘气感觉理所当然。你若去有当时咱若住院啊，莫讲你若去住院吼，有当时人住院的时阵吼，爱你无法度家呼吸，爱上手啊，吼爱遮氧气，你才会通帮衬你呼吸。所以咱有当时咱会通自然安尼大喘气，咱拢袂感觉感谢，你知？感觉理所当然。所以这是上帝恩典，透过这植物伊所做的这氧气，然后互咱呼吸，呼吸了，咱吐出这二氧化碳，树安怎来吸收？所以生生安怎不息，安尼一直咧循环。有当时咱无感觉讲这是神业，但是我会讲这就是神业。所以上帝创造万物，有伊的时，有的期，拢是真好。上帝透过传道书，互这所罗门，也是这人所看见的，知影讲生死拢是上帝的手头。你知影伊伫伊的这伊的皇宫，伊来起造所罗门来起造这葡萄园，起造这宫廷吼，伫遐来栽种。所以对遐自然的物件中间，伊来感受讲，哇，生死拢是上帝的手头啦。所以透过这环境，伫遐观察人生，也做伊本来拢会通啥物，拢会通掌握，可以掌握。总是时间是咱无法度掌握的，对无？化生就生，化死就死，毋是咱所会通控制。时机嘛，毋是伫咱的手头。所以所罗门伊感受到讲，人一切所拍拼拢是空空啊。所以你若去看传道书，总是毋是安尼安尼绝望哦。所以伊提醒咱讲，咱的生命实在是减在一瞬间就消失去。所以咱爱把握迄个机会哦。所以咱爱把握机会来读这段圣经来。时要是日时，咱着做找我的工；暝是要到，一点就无人会做工。咱求主来帮助咱，提醒咱把握迄个有限的生命的机会吼。第三，上帝嘛咧提醒咱讲，栽种甲培出有伊的时甲伊的期。有当时咱会感觉讲，我甲关心遐久啊，照顾遐久啊，是安怎拢无感动，拢无要洗礼，拢无要信耶稣。细汉咧读册中间，捌看一篇的即个课本课文内底讲啥？一个农夫去种菜，对无？种这个作物，然后一工甲巡，哪会落不大丛？一工甲巡无大丛，伊就做一个动作安怎？小可扣者去看一工无大丛，搁甲扣者，搁甲扣者，扣到尾安怎？怎巧伊对无上帝有伊家己的时间啦总是咱爱有安怎咱爱有耐心伫遐来听候。你爱做就是安怎继续关怀。所以，甲咱伫祈祷中间，你为着你所设定的对象，你的亲人还未信主，你讲上帝伊是你的宝贝，魔鬼撒旦，我讲你伫个生命无影响咱，圣神恳求你来感动伊，上帝你会听充满，我要继续为祈祷，要继续为祈祷无？要继续为祈祷无？迄就是咧讲咱有耐心啊无？你有耐心无？伫迄个葡萄串、迄个葡萄、迄拍葡萄内底。伫咱外口挂，是毋是有你内底你所写的这你的亲人，你毋望伊信主的名单无？爱有耐心等待啊！总是嘛有行动，你逐工你着爱安怎？巡田水，你爱去伫遐挽草，你爱去伫遐关心照顾啊！总是伫这过程中有当时咱无法度透彻上帝的作为啊！有当时上帝讲，迄落袂使食，这会使食，是安怎人着要听魔鬼讲，上帝讲袂使食，我着甲食互看。所以伫迄中间，咱就看会讲，着伫迄个中间有劳苦动，咱做来读这段圣经来，也对伊已经听叹你的福音人的话，来食我所吩咐你讲，你毋通食伊的。所以土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世人劳苦正对伊得到这土地要为着你发气配甲一个，你也要吃
房内菜色，你要汗流满面，才通得到食。到你归土，因为你是对土摕出来，你本是土粉，也要对土粉。好，这段是甲咱讲，虽然有劳苦，总是互你袂枵死啊。哦，你若拍拼，你会通安怎得到饱？虽然有劳苦，上帝还阁是看顾。这嘛是咧颠覆咱一句俗语讲听某喙。有当时爱想啦，讲听有理无，有真理无，还是歪理吼？所以爱分别一下吼。伫遮讲听某喙啊，你就是听你的某啦吼。叫你袂使食，你就听你的某讲，甲食看觅安尼吼。所以就劳苦重担入来吼。所以有当时啊，咱看讲人所听的遮个感觉讲是一个真理，总是无拄啦吼。所以伫遮嘛提醒咱讲，上帝话正是真理。所以伫遮咱提醒讲，上帝伫劳苦重担中间，人感觉无毋茫，所以上帝嘛是阁留毋茫互人。我上帝将这永远的这活命的念头放伫人的心内，所以咱顶回有读过讲，圣经讲要爱保守你的心，赢过安怎？保守一切。古早人掠做讲思想是用心啊，当然咱即摆医学发现讲心脏只是安怎？咧拍咧送血吼，并无即个思想吼。咱即摆思想就是对脑嘛吼，脑就互咱了解讲上帝的即个业理安怎伫遮敢真正有天堂吗？你相信有天堂的举手者？有的人无拄相信，你知无吼？就亲像倒嘛，听即个学生讲，我有看到耶稣过我。即个要洗礼，我拢先头一个问伊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拢你有相信耶稣有过我无？拄我开始话安尼，我看伊个表情，像个无啥相信。我是拄怎要讲，那安尼你莫洗礼安尼。不过我还是讲，无咱来看多一位圣经吼，马太也是马可吼，佫有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遐。咱透过这个见证人，因的目睭伫遮看，伊讲耶稣真正有过我。也透过耶稣甲多马所讲的，讲迄无看见就相信的是，佫较有安怎福气嘛。所以伫遮咱有看讲耶稣伫约翰14章伫遐讲，恁的心内毋通白白毋通烦恼。我去甲恁备办所在，若备办好势，我就要带恁来到天父家嘛吼。所以当基督徒临终了的时阵咱会通知影安怎我要去的所在拜山上安尼知影即个华人有真侪即个烦恼的所在，就是讲我将来灵魂要去啥物所在？是伫迄个公马牌内底，也是我投胎转世往生到伫迄个极乐的世界？到底啥物所在是我会当徛去永远的家？耶稣甲伊讲，伫我爸家有侪厝体，若无我早就甲因讲。这是头一个伫即段圣经在提醒咱，我若伫遐，要叫恁也伫安怎？伫迄个所在啦第二，咱来看讲，上帝透过圣神的启示，互使徒约翰伫遐看见，然后写启示录。咱来看即段的圣经做伙来。坐伫座位的讲，我换心万米，佮讲，你着写伊，因为这个话是通信，是真实。讲是你会通信，是真的是真的有当时咱会讲，迄个古早的代志啊，耶稣迄个时代使徒约翰迄个时代甲阮哪有啥物关系？我毋知最近你有看到新闻有咧报一道的即个故事无？真正足侪即个见证啦加州即个马蒂即个查某囡仔伊即算讲少年查某囡仔伫伊的手有写一句英文字叫 It's real， 就是讲真的啦，这是真的啦即个故事伫网络伫遐流传最近我看咱的电视台的新闻有咧报即段的一个故事
哦，用天堂是真的，哦。伊个故事就是讲伊个阿姨啊，吼，伊个阿姨蒂娜吼，有一天伊甲伊个姨丈去咧运动，去咧健走安尼吼，突然怎啊倒落吼，心脏怎啊停止，所以姨丈就紧靠迄个911吼，卡来讲吼，伊个太太已经无心跳吼，就教伊安怎 CPR 吼，安怎甲伊做迄个心肺复苏术吼，心脏就搁开始跳啊吼。当然无偌久，就搁安怎，搁停伊。了后救护车到，然后伫中间才个医护人员就甲伊电击、甲伊电啊吼，电到4摆，所以活开，搁停伊，活开搁停伊安尼吼。所以咱看讲这伊阿姨蒂娜吼，伫生死关头安尼行5遍安尼吼。所以当伊醒开的时阵，伊喙是插讲。伊无法度讲话，所以伊赶紧讲摕纸甲笔，用笔安尼摕纸甲笔伊要写。所以这蒂娜伊个吼，拄啊迄个吼，马蒂伊个手，即个刺青就是伊个阿姨醒开了，伊看见伫天堂，看见耶稣，看见好亲像圣经所写的遐个情景，所以伊就写笔甲写来讲 is real， 这是真的啦。所以马蒂伊就将即个阿姨的笔叶，甲插伫伊的手，咧提起。本来我无相信讲真正像圣经讲有天堂的代志，但是即件阿姨的事件来激励伊，互伊相信讲这是真的，这是上帝真的咧提醒咱。所以今仔日咱信仰所有人，咱实在是有永远毋忘的人，哦，是侪见证者。其实伫个别礼拜，我有讲真侪只见证过吼。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知影讲，咱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有毋忘的人。第二，咱看讲，咱得到即个福音，得到即个救恩的时阵，咱毋是干那真正一个白白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主耶稣交代伊的学生。主耶稣嘛透过即段的话在提醒你我，正做耶稣基督的学生的时阵，咱要怎甲伊有好的连接，才会通产生出这会做的这果子。伫你属灵的生命内底，你会通多结果子出来啊袂？啊是你干那一生你干那你信耶稣，你拢无这影响力。所以伫咱的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内底，咱会晓祈祷袂？阮伫天然的爸，愿你名圣，哦。你个高灵教等等遮吼，伫地里要亲像伫天里，伫咱的日式，互阮，佮有咱甲人的关系会通彼此来赦免，哦，赦免阮的过，就因为你有得到上帝赦免，亲像阮有赦免过阮的人，也是赦免得罪阮的人，你会通伫遐赦免，哦，互阮伫阮人生的过程中间有侪遮试炼、遮困难的时，你引导阮无入入去。哦，互咱会通脱离伫个歹，所以圣经内底写着讲，你要甲我连接，互我的话常常伫你内底是通过啥？祈祷甲主保持真好的一个关系。所以祈祷有当时人讲我袂晓祈祷，牧师我袂晓祈祷，上简单的祈祷拄我教一个无对，我心事啥人知？安怎？讲互天父上帝知过来咧，无遐紧啦，靠耶稣的名啦，哦。靠耶稣的名，咱通过耶稣，成做咱的拯救，成做咱的救恩啦吼。所以头一个就是讲，借着祈祷来保持甲主有好的连接。那安尼，咱随时甲伊来。有当时咱透过来讲，我需要啥，你需要啥，哦，你需要啥，我来者互你好，互你看安尼吼。咱甲主上帝关系嘛是常常爱保持即款的连线。那安尼伫危急的时阵，我爱讲，你若伫拄着危急的时阵哦，你毋免祈祷伤长，安尼好毋好？哦，拄着车祸的时阵哦，你嘛讲上帝啊，你救我袂有啊！我讲，你讲耶稣救我就好吼。顶礼拜三暗，我就吼伫圣区听电话吼，伫响啊，我就接电话吼，害我甲同事讲，你害我落本出来接电话，你知吼？迄阵11点我听看，这一定是
紧急的啦，紧急的吼。结果咱有一个同工讲，牧师，你救我车顶面，我发生车祸吼，咱会张罗啦吼，咱会张罗。实在头一个就是爱叫啥？叫119。啊，叫耶稣啦吼，拄有当时咱会感觉拄着危险时，耶稣救我，迄是毋是祈祷？迄是祈祷啦，当你咧呼叫耶稣的时候，所以透过祈祷，毋是讲你爱讲足长好毋好？你若有时间，你就会慢慢会通伫遮祈祷，将你的心事豆豆啊，甲主上帝讲。啊，若紧急的你讲耶稣救我，耶稣使我平安，所以头一个就是透过祈祷来，咱做来读这段恁若踮伫我的话踮伫你，凡若所爱的，恁着求就会。伫遮主耶稣讲，透过祈祷，咱会通安怎得到应允嘛这是头一个伫这甲主上帝连结连线中间有遮个好处第二就是讲，咱来看讲借着昆读圣经，所以咱每一工拢有即个在家会主牧者团队拢会准备遮，你家己看嘛常常咧提醒你有看上帝话无所以上帝话会通帮助咱用真理圣经用道用真理伫遮来安怎来甲咱修理安尼，甲咱清气来帮助所以有当时讲上帝话有感动你无？初代信徒听着彼得讲道了，讲安怎心来安怎？哪像咧在甲插安尼有当时有迄会友讲，牧师你哪会拢咧讲我？我讲我无针对人，我这出去拢散子的了，散弹枪要弹着啥也毋知啦圣心要安怎甲伊感动我毋知，总是伫咧准备中上帝神的真理伫感动你亲像对初代教会这信徒阮要安怎？彼得啦讲恁着爱奉爸囝圣神的名洗礼爱改变所以真理上帝话，我讲彼此相听讲毋通怨恨对无？只要祝福，不要安怎咒诅这个话拢是讲检测你定定伫共咒惨，伫共咒诅安尼。所以上帝讲袂使安尼上帝讲安怎？嘴爱讲随嘴讲造就的话嘛，袂使讲垃圾的话、歹话。有当时见讲着讲三字经的时阵，迄个话就是伫甲咱刺激，伫甲咱修理，伫甲咱修正啦。好亲像咧加这个葡萄话共款，你无甲修正，伊就生袂出来所以第二个就是讲，咱将上帝话来放伫咱的心，免得讲咱得罪上帝，因为上帝话是有诚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嘛，互你行伫迄个道路时，你无随便伫遐行偏差去所以伫遮咱讲，恁若踮伫我的我的话就安怎踮伫恁。所以两项其实足普遍、足简单，总是有当时咱拢会片段做袂到所以你若下载咱教会即个我的教会 app 逐工拢会提醒你叮咚。会提醒你讲你有没有灵修了？有没有灵修？未下载咱有这智慧型手机，你去楼骹下载好毋好？内底都会当看到，你万一若无来，你会当看到迄礼拜的录影讲道礼拜的情形，佫有内底佫会当电子圣经，内底佫有啥电子周报，足方便的，你知无所以伫遮佫有真侪这属灵的话、属灵的这文章来帮助咱所以伫遮咱求主来帮助咱咱甲主上帝连结好就通结出荣耀的果子头一个就是讲上帝的疼基督的疼，咱要怎伫遮来感受到有甲伊有好的连结耶稣基督伊安怎疼咱伊是疼甲拄念伊咱是要守圣餐，疼甲安怎？我要为着恁来付出性命所以即个疼，咱若甲主耶稣基督的疼连结。你就会通安怎付出啦？有当时咱的疼真正无够，你知无？过一段时间，有当时咱会讲久病安怎？久病，迄恁讲的啦你若有疼，你就有法度有当时真正咱会疼有限
做无顺利会较歪着吼，啊，着爱定定爱服侍啊，有当时啊，我阁无用者，有当时啊嘛会小可埋怨者，啊，你敢袂晓家己行者吼？有当时啊，咱会感觉伫迄敢会当体会中啊，迄个不便，无顺利伫遮哈。我看伊小可会行，无你家己行者，我实在是吼，最近定定半暝去互叫起来吼，所以有当时会感觉亚先生，咱的人的疼实在是有限有限吼。总是耶稣真正伊讲，恁爱亲像我疼恁相款，好毋好？哦，所以伫遮着教是因帮助因，会通彼此相疼，有一个标准哦。来，咱做来读，恁着相疼，亲像我有疼恁，这是我的。耶稣亲像我有疼恁啊，安怎疼？无安尼，甘愿哦。所以圣经讲啥？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伊受刑罚，咱得到平安。所以每一遍伊受鞭拍的时阵，迄个医治安怎疼咱吼？过来第二个就是讲，恁着爱彼此伫遮相疼吼。相疼了后有啥物款的结果？来，咱做下读来。恁若相疼，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所以彼此相疼，毋是彼此相拼啦，吼。所以伫教会，人若看到讲，你有真好的遮个接待吼。我看今日无道友礼拜结束了，有设定对象的迄个同工，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今日嘛无法度来，所以特别甲吩咐讲遮个同工讲，若迄对翁仔某吼，恁着去甲关心者。我着尾仔我有看几个着我去甲关心，去甲甲伊伫遐讲话，我嘛知影伊的需要，着为伊伫遮来祈祷来祝福吼。所以你也看毋是干那靠牧师咱的兄弟姊妹透过小组，透过咱德福的遮个牧区，咱会通伫遐关心。你也看，咱今仔有3位吼，有3位，咱的小组长遮同工有欢喜无？有啦，足欢喜的吼。昨搁陪伴因话吼，李会长落啦，李华姐拢陪伴因来到伫开小会时阵，伫遮来问道理吼。所以伫遮咱看为着主因为你疼，人会感觉讲伫你身上看见耶稣，看见耶稣的作为吼。伫遮咱透过安尼要回应啥物吼？要回应啥物？得到伫基督耶稣内底的福气，永远福气，这是一个咱爱勇敢去面对的事，即个代志吼。有当时检测只有你信耶稣，你的家族拢还无信耶稣。特别最近伫参加遮个公祭咱的兄弟姊妹伊的4大人无信主。你知影迄款的征战是真大真大吼。不过有主的同在，你阁有即个永远的救恩，这是上大的福气。所以头一咱爱先得到啦得到了，你当有机会去传即个福气，互遮个亲人吼。所以伫遮设立过耶稣的名，互你会通领着即永远的福气。第二就是讲，伫咱听的过程中间，你会通活出结果子的即影响力。即回有真侪是因为你家己关心的人继续的陪伴，伫遐来看顾伊，来陪伴伊，所以今仔日因会通伫遮决志讲要来信耶稣。互咱知影讲，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疼，上帝也要使用你伫遮来成做疼的管道，求主来帮助咱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会通透过伫即个信仰的顶面，看见你所要互阮有永远的盼望。互阮毋是对未来茫茫渺渺，互阮对未来是真确实，迄是真的。对古早到伫现代，你拢透过无共款的人，伫讲起你荣耀的见证。愿主来祝福，互即款的福气会通进到伫阮的中间。也帮助阮会通明白、了解、领受了，成做上帝宝贝查某囝、宝贝囝，
会通透过阮成做你是阮所的管道，互阮伫生活中间彼此相听，众人就安尼来认捌阮是属于耶稣的，是耶稣的学生，就安尼来军队，就安尼来参与。愿主你来祝福伫阮中间，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时阵，咱要来吟圣诗，准备来举行成人的洗礼。圣诗354首，咱要来吟第1节、第2节，咱坐咧吟。在吟诗的时阵，请10位的兄弟姊妹来到头前。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我们得帮助是在耶和华，他是造天地的主。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还未上天的大仙有讲，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命令你们的，都教他们遵守。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你们要悔改。”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恁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的人，就是囡仔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这徛袂会吼，就一个圆弧形好吗？都站进来。我看到人徛伫后壁，我怎讲袂落？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安尼对恁讲，恁着亲信，你们要确信。恁着真实反悔，真实的悔改，告别恁的信仰，你们要告白你们的信仰，伫伊的名来受洗礼，在主的名来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洗清气，甲得到应允的记号甲印证，要表明恁伫耶稣基督结连来定头生。当恁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来诚实来应答。所以请你们注意听，来应答回应。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有没有？有。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力服侍他，一辈子走在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要安尼行啊无？
有方便，有法度开无？啊？有法度无？对对，看，了解。何必川，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你是恁家族头水的果子，上帝要透过你拯救恁全家族，靠耶稣的名。阿门。张明宏，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圣神要更新你的心思念头，互你会通伫主耶稣基督的人内底，成做新创造的人，靠耶稣的名。阿门。正有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圣神要透过你来祝福，特别遮个年长者，伫呢心灵的健康，也透过你来祝福搁较侪人，互因得到福气，靠耶稣的名。阿门。陈天生，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要使用你的文字来祝福搁较侪人，特别也引带你的家族，同得到福气，靠耶稣的名。阿门。许文志，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圣灵要透过你来赢得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的生命遇见耶稣，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收。陈淑芬，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上帝要互你搁较侪经历，互你成做上帝荣耀的见证，靠耶稣的名。阿门。蔡伟成，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上帝要给你更多的智慧，在年轻人当中来荣耀主的名，靠主的名，感谢，阿门。李文琪，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圣灵要大大充满你，让你充满喜乐的灵，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李金平，我用水跟你施洗，奉主圣灵、父子圣灵的名为你来祝福，让圣灵充满你，也让你在基督里成为新造人，充满喜乐，充满有永生的盼望，
神要透过你，施恩祝福更多人，特别是你的家族，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张怡云，我用水跟你施洗，让你归父子圣灵的名。神要透过音乐使用你来祝福更多人，特别是影响更多的年轻人来认识主，同得福音的好处，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平安的上帝，互恁家己一真正胜。搁愿恁的神、甲恁的魂、甲恁的身躯，伫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我来宣告，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也是大真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嘉南小的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同心祈祷。全能的爸，听阮的主，你用听阮，也透过阮，伫彼此相听中间来建立阮的信仰，用你的名来祝福，互遮个初信结果子的遮个兄弟姊妹，坚固因的信心，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后退向后转哦，咱请向后退一下哈。咱请咱的长老小会员来接纳。